现代台语版圣经约笔记第14章，妇人人所生的日子底，犯难罪，伊亲像花开了就谢去，亲像影真紧就消失，无留什么。即款的人，你减会家己注意，搁家己审判。减有人会当互清气的物对无清气的出来，无人话。人的寿命已经注定，伊的岁月你得支配，利息的界限无人会当搬过。求你目睭越走无看，莫甲因管，互伊亲像做工人，工做了通欢喜。做起来的树有黄芒，搁不硬，幼嫩的枝会继续发出来。虽然伊的根伫土底一直流去，树头伫土里开始烂，水一个润滴就搁发痒，亲像新栽种的树仔发枝。毋过人死就倒直直。开一个洞，伊伫倒位？湖的水会打去，江河的水会断去。人嘛是安尼，倒落去袂阁爬起来，到天无去嘛袂精神，永远困去叫袂醒。我大阿年黄芒，你甲我藏伫阴间。甲我藏伫稳密的所在，听候你的受气煞，甲我定期限，通搁眷顾我。人减会搁活起来，总是伫劳苦的日，我要听候，直到我得到解救。迄时你叫我，我就应你。你会真爱看到你所做的我。虽然你还在监视我的行踏，毋过袂阁追究我的罪。我的过失，你会封密伫地仔内；我的罪过，你会擦消。山崩倒坏，大石离开原位，跌流的水甲石头磨损，大水甲水冲走。你嘛安尼绝人的黄芒，你永远较赢伊，伊就消失。你互伊死去，面貌改变，伊的囝儿得到荣誉，伊毋知，因失败见效，伊嘛毋知。伊只有感觉家己身躯会痛痛，甘当为着家己忧伤